去旅行嗰陣，大家可能都會諗起荷蘭嘅風車、鬱金香，或者係阿姆斯特丹街頭嗰種好 chill、好自由嘅氛圍，甚至好多人都話呢度係靚女之國，行兩步就見到高挑嘅金髮美女。但係如果我話你知呢個表面上睇落又浪漫又進步嘅童話國度，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多令歐洲人聽到都毛骨悚然，甚至連當地人都唔敢講出口嘅黑暗真相，你又信唔信？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揭開荷蘭最得人驚嘅10個震撼真相。講到歐洲子宮呢個咁震撼嘅詞，好多人第一時間可能會諗歪，以為係咪同當地非常出名嘅合法紅燈區或者某啲地下交易有關。但事實上，呢個稱呼背後代表嘅係一個顛覆全人類生育觀念，甚至挑戰緊道德底線嘅現代瘋狂科技。有科學家做過統計，早喺2019年嗰陣，荷蘭嘅頂尖醫療科研團隊就已經成功研發出全球領先嘅人造子宮技術。佢哋用特殊嘅塑料羊水袋同埋人工胎盤，完全複製咗母體內部嘅環境。最初呢項技術係為咗拯救嗰啲未滿28週就出世嘅超早產黑猩猩同埋人類 BB， 幫佢哋喺模擬子宮入面繼續發育。但係隨住技術越來越成熟，呢個發明喺歐洲引起咗極大嘅恐慌同爭議。好多社會學家同宗教團體開始擔心，呢種人造子宮一旦全面商業化或者普及，人類嘅生育將會徹底脫離肉體，變成好似工廠流水線咁樣批量生產商品。到時女性嘅生育價值會被完全剝離，甚至連媽媽呢個詞嘅定義都會被改寫。荷蘭因為喺呢項科技上走得太前，結果喺歐洲輿論界被冠上咗歐洲子宮呢個聽落去令人心驚膽戰嘅稱號。除咗科技上嘅瘋狂，荷蘭人日常生活入面嘅某些習慣都足以令外地人嚇一跳。大家平時去餐廳食飯或者同朋友聚會，買單嗰陣 AA 制係好正常嘅事，但去到荷蘭，佢哋嘅高 Dutch 已經進化到一種令人窒息嘅計較程度。舉個例子，如果一個荷蘭人請你去佢屋企食飯，你千萬唔好以為真係免費。可能喺你返到屋企之後嘅第2日，你部電話就會收到一個過數 app 嘅提示，對方連琴晚請你飲嘅嗰一罐可樂，甚至係用嚟點薯條嘅2湯匙蛋黃醬，都會精準到小數點後2位，開張單叫你分擔返。更加誇張嘅係，有去過當地留學嘅朋友分享過，佢去荷蘭同學屋企住咗2日，臨行前對方父母竟然遞咗一張清單俾佢，入面詳細列明咗佢沖涼用咗幾多公升熱水，沖廁所沖咗幾多次，全部要按比例收費。呢種將金錢計到極致嘅文化，對好多講求人情味同大方嘅亞洲人嚟講，真係一種心靈上嘅震撼彈。而且你以為荷蘭人咁計較金錢，治安就一定好安全？咁你就大錯特錯啦！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基本上可以話係全球單車竊賊嘅大本營，恐怖到一個咩地步？有人做過調查，喺當地如果你的單車唔鎖好，基本上3秒鐘之內就會消失。就算你買咗條好粗嘅鐵鏈，將架車條條可鎖喺條街嘅鐵欄杆度，等你行完街返嚟，你可能會發現成架單車只係剩返一個前轆鎖喺度，其餘嘅車身、車尾同埋座位已經全部俾人肢解咗帶走。喺阿姆斯特丹，每年有超過8萬架單車被偷，甚至連當地人都自嘲喺運河底撈上嚟嘅舊單車數量，可能比街上行緊嘅仲要多。如果你喺街度見到有人兜售好平嘅2手單車，千祈唔好貪便宜買，因為嗰啲99%都係啱啱被偷出嚟嘅賊贓。講到運河，呢個就係荷蘭另一個隱藏嘅水底危機。荷蘭嘅運河好靚，兩邊開滿花，但係呢啲美麗嘅水道其實每年都默默咁吞噬緊好多生命。因為荷蘭好多運河兩邊係完全冇安裝任何圍欄或者防護網嘅，而當地人又好中意喺夜晚飲完酒之後沿住運河散步或者踩單車，結果每年冬天或者深夜都有好多醉酒嘅遊客或者當地人，一個唔小心就直接跌咗落去冰冷又深不見底嘅運河入面。最得人驚嘅係，由於運河水質渾濁，加上水底有大量被遺棄嘅單車殘骸同垃圾，人一旦跌落去，衣服好容易會被水底嘅鐵絲或者單車架勾住。就算你識游水，都好難掙脫出嚟。每年當地消防員從運河入面撈上嚟嘅溺斃者屍體數字都相當驚人。呢啲浪漫嘅水路背後其實係一個無聲嘅陷阱。再嚟講講荷蘭人引以為傲嘅身形，大家都知荷蘭人係全世界平均身高最高嘅民族，男嘅動不動就超過185公分，女嘅都有170幾公分。但係呢種巨人國嘅設定，對於我哋身高比較嬌小嘅亞洲遊客嚟講，簡直係一場生活上嘅災難。你去到當地的酒店或者公共廁所，你會發現佢哋嘅洗手盆、鏡子以至是馬桶嘅高度，全部都係為巨人而設嘅。
當你洗手嗰陣，個洗手盆可能去到你嘅胸口位置。當你想照下鏡子睇下自己個樣，你會發現塊鏡高到你只能夠見到自己個額頭，除非你墊高腳或者跳跳閘，甚至連坐馬桶，你雙腳都有可能係懸空，掂唔到地嘅。這種無處不在嘅身高霸凌，會令你喺荷蘭生存嘅每一步都強烈感受到自己好似入咗小人國咁樣，產生一種莫名嘅自卑感同挫敗感。除咗硬件設施對外地人不友善，荷蘭嘅天氣都一樣可以將一個正常人逼到癲。呢度嘅天氣出名任性同惡劣，一年365日入面，可能超過200日都係陰天或者落雨。而且荷蘭嘅雨係從來唔會好似傳統咁由天上垂直落嚟嘅，因為呢度屬於平原。海風極度強勁，每逢打風落雨，啲雨水係會跟住強風呈水平90度角打落你塊面度。喺當地行街拎遮基本上係冇任何作用嘅，因為一開遮3秒之內把遮就會被狂風吹到開花折斷。所以荷蘭街頭有一種奇景，就係大家都着住防風防水嘅衝鋒衣，喺狂風暴雨入面好似喪屍咁低頭急步前行。長期缺乏陽光嘅天氣，亦都令到好多移居過去嘅外地人患上嚴重的季節性情緒抑鬱。講到情緒同心理，荷蘭人有一種非常極端嘅性格，英文叫 Dutch directness， 翻譯過嚟就係直腸直肚。但對於注重禮貌嘅人嚟講，嗰種直率簡直就係一種精神攻擊。荷蘭人同你講嘢係完全唔會轉彎抹角，更加唔會顧及你嘅面子。例如你今日着咗件新衫返工，興高采烈問荷蘭同事好唔好，睇佢會好冷淡咁望你一眼，然後直接話好肉酸，完全唔襯你，而且顯得你好肥。又或者你做完一份報告交俾上司，佢會喺成班人面前直接同你講，呢份垃圾係我見過最垃圾嘅嘢，你到底有冇用腦諗過？喺佢哋嘅文化入面，呢個不叫無禮貌，呢個叫做誠實同有效率。但係如果你心理質素差啲，喺荷蘭返工或者生活，真係每日都會俾人嘅說話刺傷到體無完膚。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嘅係荷蘭嘅醫療系統盛行着一種被稱為由得你自生自滅嘅佛系態度。喺荷蘭，如果生病，你係冇辦法直接去醫院睇專科嘅，必須要先睇你嘅家庭醫生。而荷蘭嘅家庭醫生最常用嘅處方藥物就只有一種，就係 paracetamol， 即係我哋俗稱嘅必理痛。無論你是普通感冒、發燒定係肚痛，甚至係骨折、扭傷，醫生見到你嘅第一句說話，通常都係叫你返屋企飲多啲水，食2粒必理痛，然後瞓覺。如果你同佢講你痛到頂唔順，佢會話人體有自我修復功能，你要相信自己嘅免疫力。有好多華人在當地遇到緊急情況叫救護車，如果醫護人員評估你未到臨死嘅邊緣，佢哋甚至會拒絕將你送去醫院。這種極度崇尚自然療法同佛系抗疫嘅醫療文化，真係會令人生病嘅時候感到無助到想喊。另外，你可能好難想象，荷蘭雖然係一個發達國家，但佢哋嘅飲食文化簡直可以話係美食荒漠嘅天花板。荷蘭人對嘢食嘅要求低到令人髮指，佢哋最典型嘅午餐通常就係2塊乾巴巴嘅凍麵包，中間夾一片淡茂茂嘅芝士，連牛油都唔搽，然後一啖麵包一啖鮮奶就當搞定一餐。佢哋每日重複食呢種芝士麵包，可以食足幾十年都唔覺得厭。對一個習慣咗飲茶、食點心、食叉燒飯、講究色香味俱全嘅香港人嚟講，喺荷蘭食飯真係一種對味覺嘅折磨。當地的傳統菜式基本上除了炸薯條、炸肉丸，就係將所有蔬菜同薯仔攪爛成一劈泥嘅 Stem Pot。賣相差之餘，味道更加係一言難盡。最後我哋終於要講到排喺第一位，最得人驚，而且絕對禁止任何遊客行近嘅恐怖禁區。呢個地方唔係紅燈區嘅後巷，亦都唔係咩黑幫據點，而係荷蘭非常出名嘅鹿特丹全自動化無人貨櫃碼頭嘅核心作業區。大家知唔知荷蘭嘅鹿特丹港係歐洲最大嘅港口？而呢度之所以出名，係因為佢擁有全球最先進、完全由計算機、人工智能同自動化機械人控制嘅無人碼頭。喺呢個佔地幾百公頃嘅龐大港區入面，你看唔到半個碼頭工人，只有無數隻好似變形金剛咁大嘅自動導引車同無人起重機喺度全天候24小時以極高速度行駛同搬運重達幾十噸嘅貨櫃。因為成個區域係由中央計算機精準計算運行軌跡嘅呢啲龐大嘅機械人身上，並無安裝好似汽車咁樣嘅人類視覺避讓系統。對計算機嚟講，成個碼頭嘅空間都係屬於機械嘅運行軌道。所以碼頭周圍都設有非常嚴密嘅鐵絲網、紅外線感應器同埋無數嘅警告告示牌，嚴厲禁止任何外人或者遊客擅自闖入或者行近。
一旦有遊客因為貪玩，想影相留念，或者純粹貪得意，行近並翻越咗邊界鐵絲網，踩入去呢個無人作業區，你就真係冇得反轉頭啦。因為當你一踏入去，那些重達幾十噸、以時速幾十公里全速衝過嚟嘅無人駕駛巨型貨車，根本係唔會知你嘅存在，亦都絕對唔會為咗你而剎車。喺過去嘅碼頭安全演習同紀錄入面，任何生物一旦誤入呢個全自動化嘅機械矩陣，喺幾秒鐘之內就會被無情嘅鋼鐵巨獸碾壓成碎片。中央計算機只會感應到有不明物體阻礙咗物流速度，然後發出警報。但到嗰個時候，執法人員就算趕到，都已經無能為力。呢個無人碼頭展示咗人類科技嘅最高峰，但同時亦都變成咗一個完全排除人類生存空間嘅現代冷血禁區。睇完呢10個真相，你係咪對荷蘭呢個國家有咗一個完全顛覆嘅認知？世界往往就係咁樣，表面睇落去越係完美，越係自由浪漫嘅地方，當你深入了解之後，往往會發現它背後隱藏住越冰冷越現實嘅另一面。